超群来了。喂，爸。我已经在公司了。我看到周叔叔了。哎，浩轩，你妈请你等她一下先。她不是我妈妈。浩轩，你先进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哎，浩轩，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拔丝地瓜，等你忙完出来吃好吗？拔丝地瓜凉了就不好吃了，你们先吃吧。大嫂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一般让孩子接受后妈，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更何况在浩轩心里，一直在等他妈妈回来。如果他这么快接受我，还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妈妈。大嫂，浩轩能有你这样的妈妈，太幸运了。要是浩轩心里也这么想，那就好了。你好，我是 NSC 100系列249号。你是机器人？是的，我该怎么称呼您？我叫陈浩轩。尊敬的浩轩，请问你是要来进行 NSC 100系列第3760次测试吗？你知道我要来测试你？是的。也要来测试 NSC 100系列产品是否可以理解人类指令，并与其进行无障碍沟通。你知道我要来测试你，那我还需要测试吗？需要的，因为经过你的测试，可以增加我的沟通技巧容量。沟通技巧？你是说怎样和人类聊天吗？是的，学习人类的语言，具备日常绘画能力，增加对人类的同情心和同理心的了解。机器人只是一台电脑，只要推理能力好，为什么要和人类一样？尊敬的浩轩，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。你手受伤了。你不是机器人吗？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你为什么要在乎我受没受伤？尊敬的浩轩，你如果不喜欢这个问题，我可以换一个方式询问你。请问，你会痛吗？你有痛觉吗？你懂什么叫痛吗？机器人不是没有情感的吗？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？你说话呀！对不起，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。对不起？你懂什么叫对不起吗？
你只是被输入这个语言指令。你懂什么叫情？你懂什么叫谢谢？你懂什么叫我爱你吗？你应该没有灵魂，没有感情的呀。你为什么要像那个女人一样，假装关心我，假装疼我？你们根本就不是真的在乎我。你不要再假惺惺的了。360手机助手，打给长安。阿南，爸爸叫人送晚餐给你，午餐你在学校吃，然后自己弄早餐可以吗？我已经在弄了，爸。爸爸现在没办法送你到离开学校比较近的地方。如果你要自己弄早餐的话呢，就要早点起床，吃完早餐，然后出门自己坐校车，知道吗？啊，礼拜4的晚上要去舅舅那儿看牙，不要因为爸不在你就偷懒不去看哦。还有，记得帮爸爸的盆栽浇水哦。爸，你好好照顾妈妈就好了。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以及你的盆栽。我要迟到了，我要迟到了。你看，爸不在，真没人管你的上学时间了。您还说呢？要不是您老不给我办手机，我早就可以在路上和您边走边聊了。哪还会迟到？跟你说过，你在发育，手机那种电池波很强的产品对你不好。好，爸，我快迟到了。观察它是否能融人类的社会。投放地点：玉贤高中。我的学校里有 AI。长安，看到没有？什么？没有啊。糟了，你昨天怎么没来上课啊？打你家里电话也没人接，想帮你送作业都没办法。对了，我记下你新手机号码。我不用手机。真的假的？你是刚回国还来不及办理吧？爸妈不让我用。叔叔阿姨这么古板啊，他们可是科学家呀。
所以昨天也没来上课。他到底知不知道开学了？你也不在，我害得我一个人好无聊。你昨天到底干嘛去了？你昨天去医院了？医院？你没事吧？是我爸妈住院。前天在我市科技园区附近发生一起车祸，受害者为 RE 科技公司的2名研究人员。据现场目击者称，此次意外的发生可能与人工智慧机器人他们是叔叔和阿姨吗？干扰驾驶有关。根据国家 AI 管理局的消息指出，此次造成事端的 AI 似乎并未登记。难怪前天班主任把你叫出去，你就离开学校了。他们严重吗？现在好点没有？还好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此名 AI 因为新型产品，监控影像拍摄到它拥有蓝色眼睛，和现今市面常见的红色眼睛 AI 不同。此次 AI 相关案件，关于 AI 在伦理道德和智能安全方面的问题。长安，出去打球啊？长安，长安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大家知道消息都很担心你。这样是吧？长安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爸爸妈妈不在，你一个人怎么办？现在到底怎样了？伤势严重吗？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先给长安一点位置让，好不好？AI 管理局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我也不清楚。你家里到底现在什么情况啊？360手机助手，请搜寻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关网页。这个 AI 是哪里出错了？随玉，没来吗？这个 AI 会不会是他？哎，随玉，你来了。哎，没想到咱俩真的一个班啊！那以后就有好球友了。对呀，好久都没跟你一起打球了。哎呀，我当时好想念你的球技啊！你现在打球怎么样了？你多久没打球了？有2个月了吧？那明天我们一起去打。好啊，好吧。哎，长安，我之前跟你说的就是他。如果说我球技天下第一的话，他可算得上是第2。哎，随月，你俩认识一下，这我初中哥们。你好，我叫随玉。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，《幻城》乐视视频即将开播。
哦。